业活动真正值钱的，它不是热闹。我今天去参加一个地产行业的大型活动，很多人排队拍照、听演讲。真正值钱的其实不是我去过，而是什么？我有没有看懂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运转的？我看到了很多东西，看到什么 CRM system 呀、AI 呀、mortgage 呀、marketing 啊、automation 啊、compliance 啊。后来我发现，就是地产行业走到这个后面，拼的已经不是什么激情，而是什么？是谁的系统更稳定？因为市场好的时候，谁都是高手。真正难的是什么？是市场慢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保持稳定？这个时候比的它就不是情绪了，它比的是结构。